夜深了，不知道此時此刻的你是已經安然睡去，還是仍舊對着窗外的萬家燈火眉頭緊鎖。到了咱們這個年紀，見過聚散，嘗過冷暖，有時候夜裏睡不着，總會覺得有些喘不過氣，就像一張無形的網，死死地罩在頭頂，哪怕拼盡全力，也怎麼都掙不脫。今晚我想跟你講一個2000多年前的深夜，講一張比咱們今天還要讓人窒息的夢。那是公元前300年的一個冬夜，秦國邊關大雪封山，風刮在臉上，長到這樣生疼。一架破舊的荒野客棧裏，老掌櫃正裹着單薄的羊皮襖，守着一盤快要熄滅的炭火打盹。就在這時，門外傳來了一陣微弱的敲門聲，門開了，風夾着雪花捲進屋裏，伴隨着一個跌跌撞撞的身影。那是一個滿臉風霜的男人，衣衫破爛，鞋帶都磨穿了，滿是血泡的腳就這麼踩在冰冷的泥地裏。他凍得渾身發抖，嘴唇青紫，連一句完整的話都說不利索，只是死死抓着門框，用近乎哀求的眼神看着老掌櫃，求一間能避風看的柴房，哪怕只是一口熱水，一口能保住命的熱水。老掌櫃活了大半輩子，也算是見過人間百態。穩作是從前啊，可能就心軟了。一碗熱湯，一捧乾草，權當是即點飲得。可是那晚他順着昏暗的燭光，看了一眼牆上那塊冷冰冰的木牌，嚇得猛地打了個寒戰，連連後退，一把抽回了被男人抓着的衣袖。不是老柳心狠啊！老掌櫃的聲音裏帶着掩飾不住的顫抖和恐懼。你有憑證嗎？有官府可以驗傳嗎？男人僵住了，痛苦地搖了搖頭。老掌櫃的眼淚都在眼眶裏打轉，佢還是咬着牙狠着心。把門一點點關上。客官，你趕緊走吧，走得越遠越好。你沒有相關的驗傳，我若是留了你，今夜不跟我的腦袋要搬㗎。我那剛滿意的孫子，連帶着早輪有寫的10戶人家，全都要連坐，全都要被砍頭啊！砰的一聲關上了，隔住了外的風雪，也掐斷了那個男人最後的生機。老掌櫃靠在門背上，聽着門外那人絕望的嘆息，緩緩滑倒在地上，老淚縱橫。他不明白為什麼現在的人只變成了這樣。以前的秦國窮是窮，但街坊鄰居見面總能熱絡地寒暄幾句，透着人情味。可自從那位高高在上的將軍變了法，一切都變了。老掌櫃只知道，村裏那個喜歡唱歌吹簫的後生，因為不去從地，被找去做苦役了。隔壁那個手腳勤快，想做點小買賣補貼家用的鄰居，連人帶貨被官府沒收，充作了奴隸。而他自己每天天不亮就要起來勞作，交着永遠也交不完的賦稅。走在街上，每個人看彼此的眼神都變了，像房賊，像盯着一塊隨時能去官府換賞錢的肉。這哪裏還是人間啊？這是把活生生的人逼成了一頭頭只會拉磨、只會咬人的生蠔。不管你是誰，不管你有什麼苦衷，只要你被捲進這台冰冷的機器裏，除了沒日沒夜地幹活，除了去戰場上和別人拼命，你連嘆息的資格都沒有。那個風雪交加的夜晚，老掌櫃不敢開門，他害怕的，他理是門外那個落魄的逃亡者，他害怕的是頭頂那張看不見、摸不着，卻把每一個秦國人勒得喘不過氣來的法網。此時縮在門背後瑟瑟發抖的老掌櫃並不知道，那個被他拒之門外，即將要在風雪中凍死、絕望到極點的無名小卒究竟是誰？那個風雪夜裏，老掌櫃死死抵住的破木門，擋住的是一個時代的落寞，但他永遠也不會知道，門外那個在絕望中等死、被他一口回絕的無名小卒，正是親手打造了這一切的帝國宰相商鞅。你可能會問，這位在史書裏被捧上神壇的將軍，到底做了什麼，能讓一個淳樸的秦國變成老掌櫃眼中那副冰冷切骨的模樣？其實，當我們拋開那些千古流芳的宏大絕世，抹開富國強兵的金碧輝煌，去看看那些被掩蓋在車輪底下的普通人，你只會看到4個字：生不如死。
那時的秦國本是個窮得叮當響的西北苦寒之地。商鞅來了，他冷眼看着這片貧瘠的土地，並沒有帶來什麼仁義道德的春風，而是提咗一把無形的屠刀，把一整個國家活生生改造成了一台吞噬血肉的巨獸。他先是獻花了舊貴族們的削子，告訴全天下所有的窮苦人：血認命了，只要你們肯上戰場砍下一個敵人的腦袋，國家就給你發房子、發土地、發爵位。聽起來是不是讓人熱血沸騰？我哋靜下心來仔細想想，這哪裏是什麼恩賜？這是把千萬個像你我一樣只想安穩度日的普通人變成了眼底只有殺戮的亡命之徒。他把殘酷的戰爭變成了底層老百姓需要翻身、需要在這世道活下去的唯一出路。這根本不是升官發財，這是拿咱們普通人的命去填那個填不滿的坑啊！你想不打仗，在家安安穩做點小買賣；你想在辛苦勞作之後，喝口小酒，聽首曲子歇息片刻，門都沒有。商鞅的大手一揮，把所有的退路都死死堵住了。在他治下，你只能做兩件事：要像牛馬一樣在田裏拼死拼活地鋤地，為這台巨獸提供糧草；要就像惡狼一樣不向前線，為這台巨獸開疆拓土。他冒住了人之所以為人的所有選擇，他嚟把我把每一個微不足道的螻蟻死死綁在了帝國的戰車上，成了燒不盡的燃料。最讓人後背發涼的是他那一手15年錯的絕殺，5家為保，10家相連，一人犯法。如果你不告發，啲家人全都要跟着腰斬，就這樣一夜之間，整個秦國再也沒有了親情，沒有了倫理，甚至連夫妻之間都隔咗一層深深的防備。你對面坐着的，卻在是那個昨天剛借過你半碗小米的街坊，而是隨時會用你的命去換他一家老小平安的眼睛。人與人之間那點僅存的溫情，你現今不起，連點渣子都沒剩下。可是要讓幾百萬人乖乖轉進這台沒有感情的機器裏，談何容易？商鞅是個看透了人性的狠角色，他先是死死抓住了秦孝公的心，要到了君王絕不干涉的底線。有了這把懸在所有人頭頂的利劍，他開始了最冷酷的算計。他讓人在個都南門立咗一根木頭，說誰搬到北門就賞50金。老百姓不是傻子，誰會信這從天上掉餡餅的事？可當真有個令頭青把木頭剛過去時，商鞅當場就砸下了金燦燦的真金白銀。他這不是在賞錢，他是在用最直接的利益強行買下全天下的恐懼與順從。他要讓所有人知道，我商鞅嘴裏吐出的每一個字，就是你們以後活命的唯一規矩。接着，他做了一件讓整個天下都毛骨悚然的事。新法剛推行，太子就犯了法，所有權貴都在暗地裏等着看他的笑話，看他敢不敢動這未來的國君。商鞅冷笑一聲：太子是國本，不能殺。那太子的老師呢？他一道冷酷的軍令，直接切掉了太子太傅的鼻子，就在另一個老師的臉上刺下了抹不去的罪人。這一下，整個秦國安靜了，那是死一般的寂靜。連高高在上、最接近王權的權貴，都會落得個身敗名裂、不成人樣的下場。那底下的平民百姓，誰還敢喘一口大氣？從那一天起，秦國的法律徹底成了一張沾滿鮮血的高壓網。秦國確實強大了，大軍所過之處，六國諸侯無不膽寒。可是，在這天下無敵的霸業之下，是無數普通人也也煎熬的血淚，是一個被榨乾了最後一絲人性的恐怖牢籠。而那個親手編織了這個牢籠的人，此刻正站在風雪交加的客棧門外，體會着他自己種下的最苦澀的惡果。冬雪更緊了，呼嘯的北風這一雙無形的大手，要把這荒野客棧連根拔起。門外的男人緩緩轉過身，背靠着那扇剛剛對他死死閉緊的破木門，慢慢滑坐在冰冷的雪地裏。你說這一刻的他到底在想些什麼？是憤怒，
是不甘，還是那切骨的悲涼？他就是商鞅啊，那個曾經站在咸陽城頭，揮斥方遒，把整個天后們弄於股掌之間的帝國宰相。可現在他不根本不來一碗熱湯，甚至連證明自己有資格活下去的半寸木牌都拿不出來。平穩的齒輪，其實在幾個月前就已經悄然轉動。公元前338年的那個秋天，維他姐封擋於整整24年的那棵大樹轟然倒塌了。秦孝公閉上了眼睛，把這萬里江山交給了當年那個被商鞅當眾羞辱，連老師都被割了鼻子的太子。新王登基，壓抑了20多年的舊貴族們像聞到了血腥味的懦弱，從四面八方要上來。商鞅謀反的罪名連查都不需要查，就這麼硬生生地扣在了他的頭上。在日華之萬人之上，一呼百應的商君，今日就成了無路可逃的喪家之魚。他逃出了咸陽，拼了命地往邊關跑，想要逃回自己的封地，想要活下去。可是直到他站在這家破舊的客棧門外，直到他聽到老掌櫃躲在門後，用那從顫抖着、恐懼着，甚至帶着一絲怨恨的聲音說出商君之，他才如夢初醒。他低下頭，借着雪光看了看自己那雙凍得發僵的手，就是這雙手起草了那一條條嚴苛的法令，就是這雙手親手一點點織就了那張密不透風的巨網。他以為這網套住的只是天下的蒼生，套住的只是桀驁的貴族，可他唯獨沒有算到這網最終也死死勒緊了他自己的脖子。他太孤獨了，到貴族們恨不得扒他的皮，抽他的筋，因為他摘了他們細嚼網體的金飯碗。可是底下的老百姓呢？老百姓同樣恨他入骨啊！他把百姓變成了奸戰的機器，抽乾了他們最後一絲溫情和退路。在這片廣袤的秦國土地上，顯然沒有一個人，沒有一絲門，願意為這位商君來一道縫隙。天地之大，他竟無處容身。這世上最殘忍的懲罰，從來不是伸手而除，而是眼睜睜看着自己引以為傲的不生心血，霸族絞殺自己的最後一條馬繩。作繭刺帛，大抵也就是這般滋味了吧。後來商鞅沒有再跑，或許是他跑不動了，又或許是他在那個風雪交加的深夜裏，終於看透了這千苦同悲的宿命。他被找了回去押赴咸陽那一天，刑場上人山人海，有彈冠相慶的舊貴族，也有麻木旁觀的老百姓。沒有人心疼他，沒有人在乎他曾經為這個國家立下過怎樣不世的功勳。隨着機徵淒厲的馬嘶，5匹烈馬向着5個方向猛然拉扯，一代舉身，就這麼在自己親手制定的酷刑下被車裂於市，全族被誅，連一絲血脈都沒有留下。那一天，咸陽城的風一定比邊關的雪還要冷吧？這台他親手打造的，沒有一絲感情的實錄機器，完美地按照他當年設定好的程序，精準高效冷酷地將他的契造者剪在了塵土人樹。終究地，不過因果的清算，權謀終究填不滿人性的深淵。嘆只嘆這滾滾向前的歷史車輪，只碎了高高在上的神明，也只在了底下的螻蟻，卻從不因誰的悲歡而有片刻的停留。他以為隨着那5匹烈馬的嘶鳴，隨着商鞅的粉身碎骨，這場漫長而殘酷的噩夢就徹底結束了嗎？歷史的荒誕，往往比那夜邊關的冰雪還要刺骨。那位剛剛登基恨商鞅入骨的秦惠文王，展現出了常人難以企及的冷酷與清醒。他把商鞅的血肉迎給了憤怒的舊貴族去平息眾怒，卻把商鞅留下的那套律法原封不動地鎖進了大秦帝國的核心樞紐。因為他比誰都清楚，他做這台機器的人可以死，但這台能把天下人榨乾，能讓大秦無敵於天下的狗肉機絕不能停。於是商鞅死了，但商鞅的幽靈卻在這片土地上徹底扎了根。這套冰冷的代碼在秦國極其平穩地繼續運行了130多年，直到那個叫嬴政的男人憤怒勢之餘烈，徹底剪碎了六國，建立起龐大的帝國。更讓人絕望的是，
哪怕後來大秦亡了，在隨後2000多年的歲月裏，歷朝歷代的帝王將相瞞，要面上都在滿口仁義道德，骨子裏卻把商鞅那套藥文、奇文連坐、集權的法家來核，繼承得一點不剩。這便是書上那個輕描淡寫的百代都行盡征伐。商鞅用他自己的一條命，為後世2000多年的普通人，鑿造了一個再也無法爭住的鐵籠。說到這裏，你可能會嘆息，會為2000多年前的古人感到悲哀。可是朋友，你靜下心來，聽聽窗外偶爾疾馳而過的車流聲，看看你自己手機裏那些永遠也回不完的工作消息，看看你為了生活、為了孩子、為了這套房子的房貸生出的一根根白髮，你真的覺得那個大雪紛飛的夜晚已經離我們很遙遠了嗎？你有沒有在某個深夜裏突然感到一陣毛骨悚然的熟悉？看看今天的我們吧，我們沒有生在戰國，不需要上陣殺敵去贏取爵位，但我們是不是同樣被綁在了一輛名為時代的高速戰車上？那個叫做 KPI 的數字，那個叫做算法的系統和當年湘軍拿下的軍功爵制，又有多大的分別？我們起早貪黑，我們內捲焦慮，我們在職場上拼過你死我活，只為了能在金字塔上再往上排一格，只為了不被這個越來越快的時代無情拋棄。就拿現在最火的人工智能來說吧，在這個世界上，有無數頂尖的程序員，他們喝着濃咖啡，熬紅了雙眼，夜以繼日地敲擊着鍵盤，寫出了越來越強大、越來越聰明的 AI。他們不僅是在改變世界，他們也是在傾盡全力地寫出那個最終會替代掉他們自己，讓他們徹底失業的程序。佢和當年在燈下苦心孤詣制定新法，最終卻被自己的法網勒死在荒野客棧外的上陽何其相似。他們每個人其實都是自己命運的上陽。我們以為自己在拼命往上走，於是我們拼命地定規矩、捲學歷、設指標。我們親手織就了一張越來越密、越來越毫無破綻的網。他們教導孩子比別人更努力，我們要求自己在統中表現得更完美。我們以為建立起這些冰冷的規則就能保護自己的安全。可到了最後，當這套系統徹底完善，當這台只看數據不看眼淚的機器開始全速運轉時，我們才悲哀地發現，他們自己也成了這台機器裏的一顆齒輪。系統是沒有感情的，它不會因為你曾經付出了多少青春就對你網開一面。當你老了，當你慢了，當你跟不上這套規則的運轉速度時，它剪碎你的方式和2000多年前那場車裂一樣冷酷，一樣悄無聲息。這便是千古同悲的宿命。在這張巨大而精密的時代之網裏，他們都是頭無可逃的困獸。無論我們如何掙扎，如何計算，最終都抵不過那個龐大的反射一切的系統洪流。嘆只嘆古人不見今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那場公元前338年的大雪，其實從來就沒有停過，它只是跨越了時空，悄悄落在了我們每一個現代人疲憊的肩頭。既然結局都是被自己創造的系統淘汰，既然知道前方的終點是一場被無可比的反噬，他們是不是就該停下腳步了？難道2000多年前的商鞅在那一刻就應該扔掉手裏的竹簡，舒舒服服地去做一個混吃等死的舊貴族嗎？難道我們今天就乾脆兩手一攤，任由自己被這個時代拋棄嗎？夜深了，咱們不妨把手裏的熱茶放下，靜靜地想一想這個問題。其實這正是那個在風雪中絕望倒下的商鞅，跨越了2000多年的漫長歲月，留給我們最震撼也最深沉的啟示。你真覺得商鞅是個看不透結局的傻子嗎？一個能把人勝算計到骨子裏，能把一個國家重塑成無敵機器的頂級聰明人，他會不知道動了全天下貴族的蛋糕，自己遲早有一天會粉身碎骨嗎？他太知道了，可是他依然義無反顧地按下了那個開啟大時代的按鍵。為什麼？因為人類文明的每一次艱難躍升，每一次從泥濘走向坦途，都必須有人敢去充當那個決絕的點火者，哪怕這火焰最終會燒到自己身上，哪怕代價是萬劫不復。
真正的改革者，真正的拓荒人，往往都是孤獨的殉道者。所謂的偉大，從來不是死抱着舊時代的飯碗苟延殘喘，而是在黑夜裡，哪怕我清楚地知道，這套全新的系統，這行我親手寫下的代碼，最終可能會在未來的某一天淘汰掉此刻的我，但我依然有勇氣，依然有膽量去寫下它，因為我知道我在推動着歷史的車輪，哪怕只往前挪動了微小的一處。說到這兒，你或許會嘆口氣說，咱們都是普通老百姓，算不上集腰推動歷史的偉人，哪有那樣宏大的使命？是啊，咱們不是商鞅，咱們不用去變法圖強。可是朋友，在你自己的那部個人史裡，在你那個小小的家庭裡，你又何嘗不是那個咬着那頂着風雪前行的點火啫？你每天擠着早晚高峰的公交，你在上司面前咽下那些委屈，你在深夜裡修改着那份改了10幾篇的方案，你明知道在這個龐大的系統裡，個人的力量微薄得就像一粒塵土，你明知道就算拼盡全力，也不一定能換來大富大貴，可是你依然在堅持，在死扛，因為你想給家裡的老人買好一點的藥，想給孩子存夠不體面的學費，想在這座冰冷的城市裡為自己愛的人湊起一盞溫暖的燈，哪怕在這場名為生活的戰鬥中，你耗盡了青春，熬胚了身體，哪怕最終依然不可避免地要在歲月中老去，被更年輕的力量所代替，但你所做的一切，你流下的每一滴汗水，都真真切切地照亮了你身邊的人，這不就是屬於你自己的最極致的勇敢和偉大嗎？在浩瀚無涯的歷史長河面前，我們每一個人的確都如螻蟻般微小，系統冰冷，命運無常，這是我們無法改變的客觀規律。可是看透了這一切之後，咱們大可不必再為了那些還不完的房貸、幹不完的業績、贏不了的競爭而陷入深深的內耗，因為結果早就著定，而過程才是咱們活過的唯一證據。今晚的故事講到這裡也就該收尾了，外面的夜已經很深了，燈火也一盞盞熄滅。這回人就請你長長地呼出一口氣，把腦子裡那些關於 KP 還得執念，關於明天的焦慮，還有那些總是覺得自己做得不夠好的自責，統統都放下吧。接納這個龐大統的無情，也接納咱們普通人肉體凡胎的渺小，不要再苛責自己了，你已經做得很好了，真的。在這泥沙區下的生活裡，你已經拼盡全力地走到了今天。去睡吧，原諒那個在風雨中跌跌撞撞的自己，也原諒這個並不完美的世界。咱們不求名垂千古，只求今夜無夢，能在這短暫的處境裡安安穩穩地睡個好覺。明天早上太陽升起的時候，咱們拍拍身上的土，接着趕路。